漂亮。這麼漂亮的風景，然後配便當的。更漂亮的風景。对啊。所以你妆法都好了吧？嗯。看一下有沒有聯動到直播。我還沒有。現在12:05。5分。5分。我们几點開？每表定一點啊。表定一點是不是？嗯，但那只是表定啊。我這邊好像它這個模式好像看不到目前的人數是多少，也看不到留言。YT， 但它這個是串聯的 ，YT 串 Facebook。對，當然我第一次用，我也不太會用。哪裡開了？了解到。哎，你再吃2口就走了。哦，那是下雨哦，知道，因为下雨。你们在聊什麼？为什麼現在在直播？他叫我直播。這女的不是中場嗎？怎麼現在在直播？哎，不是嗎？他們說現在直播中場就不用直播了。哦，真的嗎？很多中場人不補來，都可以來。我們在聊環球影城。你最近又去環球影城了嗎？我沒有啊，我哪有那麼多錢跟時間？哦，錢有啦。時間。那我說你們最近不是都辦海選什麼的？對啊，沒有時間啊。我們在聊東東會不會過關啊？東東明天播20關，你覺得東東會過關嗎？真的嗎？我覺得很危險哎。你覺得會過關嗎？會吧。我是東東的粉絲，我相信他。信念，對。我是一直會相信哎，不行，要過，得過吧。然後練完曲。哎，對，其實我也不知道。這個可以跳嗎？好緊繃，很緊張，很緊張。看電視就知道了。會吧？你看電視就知道了。好，沒看。我正在看那個粉專 po 東東哭了。我也有看到，傷心了，姐姐。東東很硬的人哎，怎麼哭了？但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那個直播了。真的？我是不是成功還是不成功？乖。阿麗，然後你裡面是穿平口的嗎？我有帶。然後穿靴。有送出嗎？我沒看到。對啊，我也沒有看到。Kelly 幫我按的。真的？但他現在在直播嗎？啊，有人在看嗎？他說這個上面看不到人數。這我現在找不到。第二手會看到。他畫面就只有這樣。類似的，我直接。他是用什麼？還是他還沒送出？因為好像他們現在連同步的會比較久一點。是嗎？我已經播4分鐘了。不知道，因為我沒看到。這樣怎麼搞？我去拿蘋果。都沒有啊。臉書也沒有，對不對？對，臉書跟 YT 都沒有。那我再問一下 Kelly 好了。我也 A 了一下。早安。我是早。哎。好安。哦，沒事，你先弄。謝謝。Kelly， 你在5樓嗎？還在4樓？哦，我這邊繼續要給你看一下，因為我這個直播按了送出去了，但是我在 Facebook 跟 YT 上看不到。
這裡，我找不到哎、欸，我已經送出他在直播了，但是我刚师姐看我都没有看到。好。YT 也没有，所以我就不知道按了什么。好了的人吗？这边是多少？那个他吃完了吧？他第二场的。快赛前没差。他第二场的。哦。那也是要先拍第一场赛。有了吗？现在才有哎、欸。我在今天露营，我在中场第一场開錄前的休息、啊，看一下哦。哦，大家午安哦，大家午安哦。大家都還在吃便當。你如果走个相遇，我们看得到的。hey, 大家午安。有啊？为什麼隔這麼久？應該是他，真假的？我覺得他忘了送。那我之前那5分鐘的會有嗎？我覺得他只是忘了開那個送的東西，就是他會送，只是他可能睡覺。只是我現在我自己看的話，我會很累的。對啊。為什麼會這樣？找我嗎？找我嗎？哦，孟正老師算是快吃完，但是還沒吃完，所以我們可以來個孟正老師的吃播。你直接消失。這誰的？我不知道哎。是之前來拍那個吧？啊，那是 Kelly 的那個。對啊，拍東東的那個。明天就是20關嘞。對啊，明天就是要播20關上集了。我覺得20關很刺激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把衣服披了。每個都含金量非常高，還有東東的歌，我覺得跟他練習的時候，我覺得是因為有的是音樂低音很低，會不會太明顯？啊，另外一個就是呢，不能講太多，但是要講一點。但他的歌不是大家都知道是什麼。我的意思是說，就是老師選的曲子。哦，你很聰明哎。當然啊。難怪可以當老師，我們只能在這邊直播。是這樣嗎？就是
曲難度非常高。那你觉得哪再加一首最难？上每一首歌又是不是他熟悉的，都是他新曲。是没错了，的确是这样。我觉得难度很高，可能比他之前就是18关、19关的那種紧张程度，我觉得他会更紧张。那你觉得哪一首最难？对他来说最难？谁的？观众还不知道有哪一首歌，对不对？知道啊，19关，我们刚才在讨好，论过。现在19关了。 19关的时候，结尾就是指定曲，指定4个老師指定一首。我觉得最难的是阿德老師。阿德老師的歌就是大甲妈的主題曲那一首。哦，辛晓琪的那個 I Promise You。哇，除了這樣子，還有另外一個，我覺得另外一首歌是跟他的個性是完全不相干的，良心。快歌。就是比較搖滾。所以我覺得，但是我覺得他做很多的工作，我覺得應該是好快餐。好快餐班，就是有可能，但是很順利，有可能因為都不熟的，就是歌曲沒有那麼的熟悉，所以有可能詞上面會有一些。因為真的對太難了。但是19關、28關，其實他過得很辛苦，他到第5關的。那如果你這樣，那如果你這樣講，好壞參半20關怎麼辦？就大家一起幫你加油！大家一起幫我加油！對啊。而且有些人可能是1勝1敗，1勝1敗這樣，他是直接2敗，然後準備回家了這樣。2敗那種壓力就是會特別大，因為你對啊，你沒有在輸的，你沒有機會，沒有退路，沒有退路，就只好對啊，硬着頭皮硬幹。那你身為老師，你就陪着他，你就陪着他硬着頭皮硬幹的。我覺得對選手就是給他護光，因為你再給他太多的東西，就是在當下再給他太多的東西，他會沒辦法去吸收，反而會讓他亂掉他自己的思緒，所以就只要為他加油。玉君跟你說，玉君跟你說，老師好。好，玉君有玉君有個觀眾。右鏡，沒有沒事哦。大家想要提問先？沒有，大家都說午安，早上好。大家吃飯了沒啊？孟中老師很帥。孟中老師吃播。對啊。是吃腿排。那我可以不要講話繼續吃嗎？可以啊。孟老師教大家如何吃腿排，我就是不會吃得乾淨。如何邊抖音邊吃腿排？原唱真的沒唱，我剛剛聽錯段了。對，真沒唱。我聽最後面那段是真的。哦，阿嘎也在線上哦，阿嘎。應該是之前都沒有人知道。阿德老師講說，你的歌曲很厲害，尤其他第一遍有，然後就是因為自己變伴嘛，他第一遍什麼有，這個只有，就走最後這一個。駕馭得了，或詮釋。對，這邊也有。那錄音室短短的幾次就錄完了。哦，這麼厲害。所以是天才型的歌手。哇，對啊，我們在看老師吃飯呢。哎，吃。阿嘎，你吃飯了沒？剛剛就是去哪？沒有，突然不要說。我以為你們拿東西給我。沒有。剛剛拿東西給我。哇，老師快吃完了。哇，老師在吃手撕雞。我可以宣傳一下嗎？可以啊。今天晚上6點半。今天6點半，超級夜總會。有很多我們的人。對，有。雅婷。有東東。有可能有雅婷。東東有。有東東。有黃玉涵。有玉涵。玉涵最近是比較少上節目。曹燁有。今年還有媽媽。有我媽。啊，有你媽媽。我媽今天，我媽不是，她自己一個人唱的。她是一個人唱。沒有人幫她。我覺得。好厲害哦。她進步了。她進步了。阿嘎說他吃飽了，他等下還要去上課。他去上哪課？他去補習哦。好可憐。他說你做外面
禮拜六還要上才藝課啊？他不是有學打鼓嗎？啊，禮拜六要去上才藝課。你是上什麼課？他說管家是。我覺得可能，我覺得這樣會不會太信了？他有沒有？我覺得還是誰呀？那我們別起來好了。也可以啊，別起來可以啊。晚上6點半，超級夜總會。繼續宣傳，繼續宣傳。然後他會告訴你哪一個。那你去那邊，你玩了，你是純唱歌嗎？還是你有玩戲劇？我有玩，就是抽完之後他会告訴你哪邊排的少，然後你可能就往。因為我們有3個藝人，他會現场对，但是3个藝人他們就会帶着各自的媽媽，他要哦對媽媽要夠熟，所以就會有一些互動大考驗、默契大考驗之類的東西。了解。但是我覺得我跟我媽感情很好，我知道她太多身體的關係，所以應該是真的。哦 ，OK 的。好，老師吃完了。老師減碳哦，減那個碳水化合物減少一半是嗎？會不會人家會覺得我浪費？不會啊，因為等下我會把你吃掉。沒有啦。你怎麼敢講這種話？他等下就換變直播。我直播，然後我會跟大家說，會不會就是想看你吃？哦，可以啊，那個觀看人數破1000我就吃。對啊，我今天比較早直播了，因為等下那個中場休息，我怕會太忙，就沒有辦法跟大家直播，就先直播了。所以這個時段，我們選手在錄前呢，有些都會開始吃飯這樣子。哇，宇軒換好衣服嘍！宇軒，等下去。好，大家講笑話。好的，沒問題。好，你先坐。好，我等下去找。孟老師講笑話。好，孟老師講笑話。我就是個笑話。我不是這樣講吧？有這麼帥的笑話？太帥了吧！要死！第一場嘛，那第一場會有2個人，就是你跟。對啊，你。但是第一場。來吃甜點了。2個人。對。啊，你飯吃好了沒？先訪問你吃一半，這個是招待的。哎呦，為什麼會有招待？對呀。大姐。是哦，蛋撻牛肉。大家比賽前都蠻緊張，就你在那邊看起來很輕鬆哎。對呀，一直吃啊。一直都是很輕鬆嗎？要早上一直吃啊。好，你今天的感覺是怎麼樣？今天的比賽？比較輕鬆。為什麼？因為也認識了很多朋友，還有認識李醫師，那解決了我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問題。你說今天嗎？對，就今天嗎？對，就今天跟他閒聊，你看多厲害，剛好可以解決了。意思是等我們東之後新的單元不老歌王的挑戰者，要跟大家打個招呼嗎？沒錯，大家之後等東20關過後就會播我們的新的單元這樣子，因為我們20關已經錄完了啦，但結果就是大家明天去看咯，所以我們馬上之後就會邀請李醫師上台了，好，敬請期待咯今天的表現。啊，李醫師會緊張嗎？會哦，當醫生來唱歌還是不一樣哦，不一樣。好，請坐。啊，所以你說你之前來比賽都是一派輕鬆嗎？不會輕鬆，今天特別輕鬆。為什麼？今天有很多好朋友，還有很多吃的。那你現在的心情，你會想要再坐回寶座上嗎？會啊，在桌上幾次啊？對啊。所以上次失足沒有打敗你？沒有，上次是突然放鬆沒有聲音。狀況不好。對。所以你現在就是輕鬆一隊。對啊，比較輕鬆。拿着蛋撻輕鬆一隊。對。還有牛肉。好，那你慢慢吃，你慢慢吃。啊，你拍完那個賽前了嗎？拍完了。哦，拍完了，好。沒有那種抱抱秀嗎？抱抱拍照。你可以摸水豚啊。你看就會那種小羊哈。小朋友都。
宇軒，哎，东东在線上哎，東東說便當好吃嗎？便當很好吃。便當很好吃。宇軒，你吃便當了嗎？還沒啊。你是會吃，就是賽前會吃飯的人嗎？還是只是？因為會緊。真假的？對，沒有，我工作也很少吃，我都是工作完再吃。沒有，主要是會沾到臉啊，口紅會掉，然後很卡牙齒。我也是，因為我想說這樣不是比較沒有力氣嗎？我以為啦，不吃飯。會，我後來發現還是會小吃一下。嗯。但是能不吃不吃，或是等下補妝的時候再吃。但是你一個便當，你通常會吃得完嗎？通常吃1/3而已。哎，所以你一個便當可以吃一整天呢。你可以吃一整天呢。對，歡迎大家就是很滑。吃一點點就夠。哦，那你服裝用好了嗎？好了啦，應該是好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各位觀眾，我也沒有嗎？有啦。那因為宇軒，我跟我說他今天就準備一個笑話，來，所以我就跟他來找宇軒。你要回答，現在有多少人？現在我看一下哦 ，Facebook 上快200，好，然後 YT 的話大概50多，所以是250幾個人。好，來回答問題。什麼老鼠最有禮貌？來啊，觀眾啊，什麼老鼠最有禮貌？最近老鼠在北市蠻猖狂的，誰比較有禮貌？先跟你們說這是什麼歷史？他蠻禮貌的，其實。啊，可是我知道哎，解說。是人的。你说最禮貌，不好意思，請問坐下老鼠叫什麼？心臟不利索。表現很好的老鼠叫什麼？表現很好。可以。奈鼠。中华师傅最喜歡的老鼠叫什麼？啊？我覺得這種。裝潢師傅的老鼠叫做裝鼠。鼠。我也是什麼裝鼠之類的。是可以啦，实力控。什麼老鼠最害羞？害羞 shy 害羞的台語怎麼講？台語哎。他不會避暑啊！我就知道是台語的。各位觀眾，我猜對了嗎？目前留言，有東東的那個東粉後援會有東粉有說不好意思哦。有哦，東粉的網絡比較慢。對，沒有，因為我們這邊有那個直播嘛，還有那個時差啦。對。那包子跟饅頭哪一個比較有耐心？包子跟饅頭。心平氣。然後我們等半小時，你给我回一下。我們可能要等個5分鐘，然後在那邊乾等，等答案。題目是什麼？題目是包子跟饅頭哪一個比較有耐心？觀眾如果知道的話，也可以留言哦。沒有。我等你們，我那要等很久。你可能每分鐘都要我講一次。答案是包子，因為耐心有限量的限。好，謝謝。好，再問一個老鼠系列。好，為什麼你之前準備這麼多老鼠系列？同一個 size 的叫什麼？size。同 size。圣鼠。one size。哦，one size。对啊，我好奇，你這次老鼠系列的笑話是靈感是什麼？沒有，就是說最近我覺得好笑的笑話，其實我剛剛原本有想要講一個更好笑，但是那個一被我劃掉了，我找不到了。哦。開始準備好。好，那我們下周見。今天開始回家收拾。好。最近也有新的笑話。是志文。那個什麼，有一隻講話很慢的魚，遇到。現在吃東西有關係嗎？沒有，我是沒關係。好，那你們就先說。反正有一隻講話很慢的魚遇到了大白鯊，然後他就遇到白鯊說：“鯊魚，你最喜歡吃什麼魚？”然後大白鯊就說：“我喜歡吃講話很慢的魚。”然後他就說：“我手。”然後還有一隻嘴巴大嘴魚也遇到了大白鯊，然後就問說：“鯊魚，你最喜歡吃什麼魚啊？”他說：“我喜歡吃嘴巴很大魚。”他說：“我說。”這個是需要演繹的，這個笑話是需要你演繹。對，我說，這需要演繹的笑話。覺得蠻好笑了嗎？大家覺得怎麼樣？哦，這個有點累個啊，所以我還停在不好意思這邊。對，留言的累個。
我最近都聽到很多很好笑。哇，没關係啊，你可以等下一次啊。哦，怎麼了？抢圈，不是這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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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宝，我看我如果是狗，我是吉娃娃。我觉得是哎。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。吉娃娃是智商最低的，真的啊？好吧。要不要換一個？換一個。那個很這樣子的那個叫什么？很這樣子是鳥嗎？蓬蓬袖的那個。蓬蓬袖的狗，蓬蓬袖。很像貴賓啊，不是貴賓。那個，但他那個名字很特別。有蓬蓬袖，大丹。不是那個，另外一個高貴狗，走路這樣。高貴狗。對，高貴狗。不是因為你這樣走很像企鵝還是？對對。因為它就這樣，它都會挺胸，然後這樣，因為四隻腳，我總不能。很像大貴賓。就是我找一下，它是一個很可愛的高體狗。然後很長嘛。東東說你很嗨耶，一直都在嗨，於姐一直很嗨哦。是我有看起來難過嗎？是了，是了。哎，今天我們就講說沒有你的阿富汗獵犬啊，我是獵犬嗎？可以啊，行啊。就是一個高高的，高高的狗很多。这个啊，对。啊。哎，其實有點像哎。是不是？我放下來是不是？你不要講話，然後往那邊看。相似度10%，好，有像，但不多。畢竟就是說像狗也不太好。對呀，對呀。但你這個自嘲的等級是非常高的。像那個楊謹華的。對啊，楊謹華那隻狗。哎，跟楊謹華長得蠻像。對啊，有一次長得你像楊謹華。可能今天於姐很嗨，是因為她很久沒有來了哦。啊，這個金鐘也是我們做的，好可愛喲。所以這 Uber Eats 我沒有收錢的。我沒有收錢。好啦，聊正事。這麼久突然回來，感覺怎麼樣？放假也放了一陣子了。可是我說真的，我都有在練歌。沒有停下來。在努力，就是說有啊，想要放鬆差不多2個禮拜，但結果後來我就在弄演唱會啊，然後就是一直工作。但是我現在就是會把工作拿來做練歌。因為有時候大家都會點一些出乎我意料的歌，然後順便練。對，我就會想一下老師都說過什麼，然後就在台上的時候就老師說發聲不要就是低一點這樣，稍微啦。畢竟現在那個位置是空着咯，就看你咯。不要再給我壓力。我沒有給你壓力，我是給你訊息。我有給你戰況。我有看見。啊，你有看見。我如果今天不小心撞上去，我就要這樣。太浮誇了。要拍賽前對不對？太短了，那我需要這個長裙版。太浮誇了。躺下。拍賽前對不對？好，那我們要去拍賽前嘍。好的。哇，你阿富汗獵犬。你看，我有耳環嗎？我沒有。你10分鐘前說你要戴，還沒有戴。有。哦，我直接看看。我要戴阿富汗獵犬的。靜純一整個非常有氣勢的走過來，好像剛剛處理完了個什麼大案子的一樣。剛去，我唱給你聽。嘿，你跟我講，講啥？有哦。對，我剛才看水狗。好。羅傑說：“可愛的靜純。”哦，嗨，你好，嗨，羅傑。哎，你這樣子，他老公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讓老公就是看一下今天賽前的狀況。是嗎？看一下。沒事。對啊，對，其實是這樣。其實剛我那個手機有點晃一下，這樣。我覺得好像眼睛有點不是，是我們，不是你，干你什麼事？放閃是你耶。中午啊，禮拜6不是放假嗎？沒有啊，在上班呢。豪哥出來了呢。豪哥好。幹嘛啦？我這。怎樣？我出來了，不是天天都在。從門口出來，從休息室出來。羅傑老公說：“好美喲，加油！”會不要這樣子，有點不太習慣。哦，是嗎？哦，所以你們平常不是會這樣講話的。會啦，他還是會留言。對啊。我有一台人家送我，然後還要去買影片的那一種。
蠻好的，那今天狀況怎麼樣？蠻好用。我現在沒有辦法。怎麼了？怎麼了？為什麼？馬上可以從哎对。我覺得當一個唱跳歌手，真心佩服東東。啊，他洗出来就這樣小小。你今天要唱跳？可以保持多久？因為主題要挑戰自己，多少會褪色吧？辛苦了。应该还行。剛剛我在跟老師說，它就放很久了。我覺得他簽一簽，然後給粉絲抽獎。好用。哎，很難，因為你要記舞步啊，你要。你可以問他啊？為啥？這才是好歌的。他的，什麼東西？那台我的，OK 用啊。那個底片是雨璇的。哎，看。你問雨璇。你们看這哪裡貴不貴？不貴啊，根本你要買拍立得啊。方便嘛，對不對？馬上拍馬上。那你要有底片啊。裡面有底片呢。現在還有在賣底片。有啊，不然你怎麼拍？而且底片超貴。所以田老師想購入嗎？哎，不是，這多方便啊！那現在是不是購物頻道嗎？是啊，我們現在電話現在已經滿線了哈，在目前剩3組。啊，我們現在目前剩3組哈，我們現在目前都滿線了哈。這個其實要怎麼猜？我現在賣東西，這一支多少錢？對，多少錢？我不知道啦。這是拍立得應該2-3千吧？羽泉的嗎？這是。這淨存的吧？淨存這很貴嗎？好像200。2000多出，2000。对啊，大概2000出差不多。了解。很久以前有賣一首拍立得。好，這個是長得比較好看的拍立得，一般是那種白色的那個。白色那個就是可以環保回收那種嗎？沒有，你是說那種拍一次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啦。以前的拍立得就是那材質。塑膠感啊。對，是塑膠嘛，就覺得蠻好吃。好，田老師，我們目前這個線上的還是滿線了哈，目前的話是2000多塊。哎，對。是滿線啊。對。你拍完了？滿線。這麼快？看美女啊。哦，太厲害了！這個鏡頭轉到美女的人真多啊！剛好我在梳妝，要拍該拍的，不會啊，就是你也是你是老師呢，對啊。我們是該拍的。好，老師，我跟你講哦，明天啊，禮拜天晚上6點半就是東東20關了。哦，20關，對不對？20關上集，據你觀察啦，18關、19關這樣子。我們魔王的這些的布陣啊，你覺得20關他會跟18、19一樣很辛苦嗎？我覺得每一關都辛苦啊。每一關都辛苦。每一關辛苦，你看我們從以前10幾年來帶過的選手，每個選手啊，當他拼得要死要活。有嗎？老師，你帶的凱陽就很快啊，贏得很快啊。凱陽那時候他運氣好，運氣好。有時候真的是運氣，你知道？我們別人就覺得說，哇，這個魔王好厲害，這個來一定贏的。啊！結果我們想到，好忘詞啊！我不是說我們這個魔王忘詞，是魔王其實還厲害啊。對，有時候你會覺得說，這場可能會贏，結果輸掉啊。那場可能會輸，結果贏了。其實我們都很難贏的，所以不要再有說什麼內定，內定不了了。沒有，在旁邊。有，老師其實都會站在那個選手區，一直拿着歌詞，然後一直說，很像教練在旁邊看球賽這樣。看球賽，然後又不能講話。不能講。對，急着上場想要給選手意見，但是就不能出馬。其實沒有啦，因為他們到那個節骨原則上是不需要給什麼很複雜的意見。你知道為什麼？因為給隊友記不起來，是嗎？因為他們滿腦子裡面都記得5首歌嘛，對不對？對。那5首歌，他不知道他到哪一首歌，他會裝不起他的啊。所以其實原則上你要再塞多的東西給他，基本的東西、基本功，我們平常都要練習很熟。然後到台上呢，我們只能跟他加油。然後加油以外呢，假使說有一些比較好的比較大的方向，比較好記的，給他提示一下，提醒他。洪奇峰也在線上，洪奇峰跟老師說午安呢。午安。其實我們也很期待說有一天我們同類會開放觀眾，對不對？因為已經很多觀眾都會說，我什麼時候來看錄影？其實這個其實期待蠻久的。有啊，我們20關有開放啊。就是20關而已啊。對啊。其他的也是很精彩啊。一個零。這是我這你。沒有，我剛剛就講。
然後就弄了一個臉這樣微笑給自己，很酷哎。这是魔鬼，什么魔鬼？这是没有南瓜臉。南瓜，这个可南瓜以。，但是蛮屌。你的那个眼睛，你的那个眼睛是怎麼壓的？很剛好就是，這樣，誰知道拿起來就這樣很棒，還是因為它這一段在這裡。好，目前的話，現在這個微笑的這個毛巾，微笑的這個紙巾一組，哈，剩一組，線上有沒有網友要購買的？好，一組哦，一組哦，好，來競標，好，我們起價2500，起價2500，開始哦，來，哦，有沒有？還啊，跟我 DNA 哦，2510開始2510哦，好，我們基準價100哈，就是這個90元哦，這個目前是你自己喊的，是不是？我先喊一個。哦，得標者自己宇璇。韓幣嗎？韓幣的話，那很便宜。那我今天錄啊，其實是新局面。那老師有沒有像偶像組啊？老師有沒有派出你覺得可以站上新選手？我們新局面嘛？沒有新局面啊，我們還是就是冷眼旁觀，順其自然。對，也是我們預計說，哦，那個好厲害哦。也不一定。其實上台的那個抗壓性很強啊。我們是，我只能講哦，真的，你們現在新局面很厲害，幹嘛強的哦？但我們要看到結果的話，感覺要等到，我們是順播嗎？要等到下禮拜了。我們今天錄的話，等到下禮拜，對不對？下。這禮拜。兩次。這禮拜是上集，然後下禮拜下集。我們現在後面有點不一。哦，我們是有付費的觀眾可以看。有付費，付費可以看前面。對，我們偷瞄一下。好。下禮拜就會看到有哪些新選手要出來了，對不對？對，我跟你講哦，很強哦，對啊。上了單，現在是還沒錄啦，還沒錄，結果不知道怎麼樣了。對啊，很精彩哦。對啊，很精彩。青春組、偶像組新局面啊，青春組就是看刺客的表現啊，看淨淳有沒有穩住啊。青春組一樣，對吧？也是啊，要看他們有沒有穩住啊。對啊。會不會變天？對啊。好了，我們差不多啦。對，但是等一下錄影就知道。對，那我們就今天就先到這邊啦。謝謝田老師陪我們 ending。